据新华社视讯，中国在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建设中的河若铁路以每天2公里的铺轨速度推进，目前已完成铺轨任务的45%。报道称，河若铁路是国家重点控制性工程，连接所谓新疆南部的和田地区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无县。线路全长25公里，其中约3/4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，因此防风固沙成为建设工作的挑战。河若铁路建成之后，将与格库铁路、南疆铁路相连，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一条环形铁道线。近年来，中国政府已在东突厥散领土上修建了许多机场和铁路。海外分析人士一直在强调，这些运输网络已经超出了正常需求，因此他们认为这些路线不是为了客运，而是因为中国政府计划将大量人员迁移到西部，并加快剥夺维吾尔人的地下资源。前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选手、新西兰运动员索尼·比尔·威廉姆斯最近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，并呼吁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。2次获得世界冠军的索尼·威廉姆斯都获得了冠军奖牌，至今为止已经总共出战了7场比赛，而且还没有输掉。上周，创新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有关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特别报道，他为此感到愤怒。他呼吁体育界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。他还强调，全人类都有职责，以防止21世纪种族灭绝的死灰复燃。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穆斯科于美国当地时间20日表示，特斯拉不会向美国政府提供其车辆在中国或其他国家收集的数据。中国政府正在限制军队人员和重点国企的员工使用特斯拉的汽车，理由是担心特斯拉汽车收集的数据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。莫斯科通过网络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谈论会议时指出，特斯拉在美国或中国的分公司不会收集敏感或个人数据，然后与美国政府分享，并保证中国客户的数据会得到充分保护。莫斯科指出，如果特斯拉利用其汽车在任何国家进行间谍活动，那么它将在任何地方被关闭，因此特斯拉有很强的动力来保证机密性。菲律宾呼吁中国撤回200多艘船只，称其侵犯了菲律宾在南中海的领海。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·罗尔扎拿说，中国船只侵犯了菲律宾的海事权利。菲律宾说，那些渔船似乎并不是在捕鱼，其船员是中国海上民兵。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照片显示，3月7日，一排中国船只停泊在南中海的牛轭角。菲律宾称其为朱利安·费里佩角。菲律宾跨政府工作组周六表示，该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。俄罗斯驻美大使已返回莫斯科，将讨论美俄关系前景。据塔斯社报道，在美国总统拜登称他认为普京是个杀手后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已被紧急召回。大使已于周日抵达莫斯科，将讨论如何解决美俄关系恶化的问题。据报道，美国情报部门16日发布报告称，俄罗斯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支持特朗普，对拜登竞选团队进行打压。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宣布召回其驻美大使阿纳托利·安东诺夫进行紧急会谈。此前，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，我认为普京总统是一个杀手，他将为所谓的美国大选干预付出代价。